好，歡迎大家收睇呢條影片。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幾特別、幾有趣嘅 case 嘅，都係同工作事業有關嘅。咁咧，事緣咧就係一位女士想問如果喺呢間公司度做嘢，個工作前景係點樣？嗰位女士已經係面咗試㗎啦，但係面完試之後咧，佢感覺到可能有啲問題，所以就揾我占咗一支卦。咁就唔賣關子先，我就講個答案先。今次咁嗰間公司最終咧係俾咗 offer 嘅，但係嗰位女士咧最終咧就冇 take 到呢個 offer，就唔去做嘅，因為最後咧佢就發現到原來公司咧係有啲問題嘅，所以有啲中伏嘅位，所以佢就決定唔做啦，唔 take 呢個 offer 啦。好啦，咁問事當日咧就係乙巳年巳丑月壬午日，開卦得出水山剪化水澤節。咁咧個世同應咧就係世辭辛金兄弟勾陳，應爻就係可以代表呼應自己啦，可以話緊公司啦，就係辰土同埋父母爻，父母可以代表間公司咁啦，係啦。咁佢哋嘅關係係點咧？就係土生金，呢個係第一個加分位，同埋辰土呢度自己發動喎，有個交叉，所以亦都係間公司係生旺嗰位女士問事人嘅，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加分位。跟住辰土發動化出呢一個巳火官鬼爻，巳火係可以回頭生翻呢個辰土，所以呢個係一個加分位，回頭生。好啦，睇第二爻啦，第二個係官鬼，官鬼因為今次係問事㗎嘛，所以事業呢一個就係主用神，用神係午火，午火發動化出呢一個財爻同埋卯木，木咧原來可以我哋叫做回頭生，翻轉頭木去生火嘅，所以呢一度咧係大大加分啦，因為化出個妻財，妻財係元神啦，之前講過啦，係木可以生翻火，生翻個用神。咁第二見到呢個長字，我哋叫長生，原來卯木見到午火，午火就係長生，係一樣好嘅事嚟嘅。長生係代表係一啲幼苗啊、細嘅樹木啊，喺一啲泥土度慢慢成長、生長咁解，即係好有生氣咁解，所以呢個係好嘅。好啦，再睇埋午火，開卦當日係午日，午日見午火，我哋叫做臨帝王，所以呢支爻咧係臨帝王，帝王即係代表好強啊，好似皇帝啊，事業如日中天咁樣，所以呢支爻咧就非常之靚啦，落咗喺用神嗰度，非常之好。好啦，跟住第三支爻就係辛金辭兄弟發動化出丑土父母爻，丑土亦都可以翻轉頭回頭生土生金嘅，所以對翻自己支本爻咧係一個好好嘅表現嚟嘅，所以初爻、二爻、三爻三支爻都可以回頭生翻自己本爻喎，所以睇落去咧就係唔錯嘅。好啦，但係要睇埋喎，咁呢啲變爻對自己問事人好唔好先？好啦，我哋睇下呢個先。土生金，呢個好嘅，唔錯，幾好。父母係一啲文書啊、合約咁嘅嘢，係可以生翻金，土生金。好啦，第二爻木同埋金，咁呢個冇啊，呢個唔會翻轉頭克佢啊，只係自己克翻個金克木啫，所以呢個冇問題。呢個變爻唔會克翻自己，所以呢個冇問題。好啦，第三呢個重要啦，呢一個應爻間公司動化咗個官鬼，官鬼嗰位職業巳火，巳火第一係火克金，但克得嚟咧，因為辛金同巳火咧，我哋叫做辛巳刑啊，呢個刑咧係又合又刑咁解，亦都可以叫做辭世之刑。辭世之刑咧係可以代表有一啲嘢咧
合得嚟咧係先好後壞嘅，係會有啲反覆啊，有啲糾結咁嘅嘢嘅。所以呢一度咧就係第一個警號啦，可能咧之後事後發展咧係會有啲問題嘅。好啦，跟住啦，因為嗰位女士咧想睇下呢間公司嘅前景係點樣，咁我哋咧亦都其實係要參考埋呢一個父母爻，實質會對自己有乜嘢影響？啲正面影響同埋會有啲負面影響。頭先講過啦，土生金，但係生得嚟咧，我哋要參考埋藍色呢邊個神獸喎。呢個係玄武，玄武嘅意思咧，佢係一啲比較唔見得光啊、小人啊、講大話啊、偷偷摸摸啊，一啲比較蠱惑嘅嘢嘅，係啦。所以喺一啲蠱惑嘅嘢，可能一間公司或者公司裏邊嘅環境會對，雖然會生旺你，但係會收埋咗一啲唔見得光，可能有啲問題嘅嘢嘅，係啦。咁呢一個咧係第二個警號，個問事人要小心嘅。好啦。跟住我哋見到有兩個紅色嘅圓圈，之前都講過啦，紅色圓圈即係空亡缺失咗，但係有兩個喎，呢兩支爻都係兄弟喎，咁呢一度咧亦都可以解釋有兩個或以上嘅同事咧或者拍檔咧係冇咗嘅，咁呢度可以解釋為咧間公司而家咧可能就唔夠人。或者請唔到人，或者某啲原因人事上可能係有啲問題嘅，所以咧就空亡咗、缺失咗。所以呢一個咧係第三個警號，要話俾個女士知嘅。好啦，頭先講完玄武啦，跟住講埋細爻呢個六獸。呢個勾陳咧係可以代表咩咧？勾陳一般咧係代表一啲好舊嘅嘢，但係一般嚟講咧，我哋會演繹為一啲比較負面嘅嘢。一啲是非嘅嘢，甚至乎一啲官非嘅嘢，所以咧呢個係第四個警號咧。我提嗰位小姐要比較小心嘅。好啦，最後講埋卦身啦。咦？但係今次我哋見到卦身咧係有金喎，但係有金咧就冇喺呢支卦上面喎。我哋叫做卦身不上卦。咁卦身唔上咧，可以點樣演繹咧？其實卦身唔上咧。其實咧，往往可以代表呢件事咧個核心咧未被顯現咗出嚟，或者某啲嘢未落實，某啲條件係欠奉嘅，所以咧亦都係另外一個隱憂嚟嘅。某啲嘢欠奉，可能係人事方面欠奉啊，工作好多方面，例如一啲條款上嘅嘢啊，一啲金錢上嘅嘢啊，係咯，所以呢啲嘢咧係唔上卦，可能某啲嘢咧係缺失咗、冇咗，暫時未到位，所以呢樣嘢係第五樣嘢，我係要嗰位小姐係留意嘅。好啦，咁講完啫以上嘅分析之後咧，咁大概2個禮拜之後咧，嗰位女士就話翻俾我知，嗰間公司咧係好快出 offer 俾佢。咁佢就覺得好奇怪嘅，因為咧由佢申請嗰刻到佢出 offer 嗰刻咧，所有嘢都係喺2個禮拜之內發生。佢感覺上咧嗰間公司咧好似好急要請人咁樣。咁佢收到 HR 嘅電話話請佢啦，咁啊傾人工啊各樣嘢啦，咁 OK 啦。人工方面佢係滿意合心意嘅，但係原來得知原來間公司。本來之前做佢個職位有2個人，分別咧都做咗一段好短嘅時間，一個可能做咗1個零月，另一個就做咗3個月度。咁至於當日同佢面試嗰位 hiring manager 咧，其實面試嗰陣時佢都話咗俾嗰位女士知，佢做多一排會走噶啦。咁其實當時佢冇所謂嘅，走咗可能佢都預公司可能會再請個 senior manager 啦。但係同 HR 溝通之後咧，到請嗰位女士嗰刻咧，公司仍然都係未請到人嘅，所以佢就諗咗啦。咦，個 hire manager 又走埋，平時個 team 裏邊最少有3個人，做咗一段比較短嘅時間，
兩個咁短時間都走，所以咧其中佢可能會覺得呢個可能係一個福嚟嘅，因為可能咧公司好多嘢做啦，或者公司可能咧唔想出錢請人啦，或者有其他原因啦，所以咧經過咁同 HR 溝通同埋開咗呢啲掛之後咧，所以最終嗰位女士係決定咧唔 take 呢個 job，因為佢驚可能有機會公司直頭唔想請人，驚自己可能會晚晚要 OT，最終會係中伏嘅。係啦，咁呢個就係結果啦。其實咧呢樣嘢咧，其實係絕對可以喺個卦度反映嘅。頭先講過啦，玄武係一啲偷偷摸摸、收收埋埋一啲唔見得光嘅嘢，亦都可以間接反映到間公司其實背地裏咧，可能人事上、人手方面係好有問題嘅。再加上好明顯呢兩個凶亡乜嘢凶亡啊？係兄弟爻凶亡，兄弟爻即係你嘅公司嘅同事啦、合作伙伴啦，完全凶亡晒。咁咧，正如嗰位 HR 講，間公司暫時請唔到人，對上嗰兩位同事做咗一段短時間都走咗，所以咧就係跟呢個 job 可能本身係好近嘅，所以啲人做咗段短時間都頂唔順走咗。嗰位女士經入咗去之後咧，得返佢自己一個，就算人工幾好都好咧，一係晚晚要 OT 咧，都係唔掂嘅。係啦，咁今次咧分享就係咁多，多謝大家收睇。